镜头锁登来台湾，南投的三林溪热天真凉，所以每一年的热天，道观甲绣球花大开，拢吸引真侪游客来观赏，甚至来美热。最近这几年来，三林溪是主打着热天看花金菇。闹到暗时，安尼几千几万只花金菇伫森林当中安尼飞，安尼闪烁，互游客是非常的赞叹。讲入夏以来，每个月平均入园的人数高达7万人，嘛来拼出着2000万的趁钱点。几千几万只花金菇伫眼前闪闪烁烁，袂输是山林间的精灵伫跳舞。虽然欣赏花金菇干那短短40分钟，不过日光流萤对云飞过的情形，已经让游客真赞叹。从山上，然后闪闪的慢慢到地面上，然后慢慢会在你的身边。曾经在就是7月看过萤火虫吗？没有，第一次。别的地方比较早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。南投三林溪结合热天看青欣赏花金菇，以生态保育伫招人，40分钟欣赏花金菇，吸引真侪游客。差不多有7万人来看过，园方探买2000万。夏季7月有蚊蝇，还有11月的秋天有秋天的萤火虫，叫巨角雪萤，还有2月中旬以后的神木萤。为休热开始，游客拢是规个伙仔带来带，就算平常时订房率嘛冲到8成5，小小花金菇为三林溪拼出真大的商机。